所謂頂輪啊，又俾武學江湖中人稱為上丹田啊。練武之人會因為功力嘅高低而打開上中下三個丹田。黑衣人嘅功力顯然已經打通咗最高嘅上丹田，佢嘅頭頂而家已經散發出紅色嘅靈能火焰，一啲都唔差過對面嘅金色火焰。佢舉起劍，同時向上比劃出一個圓錐體啊！唔同嘅係，佢把劍並冇高速轉動，但係就形成咗一個無形嘅氣場。畫完圓錐之後，兩個有形同無形嘅靈能圓錐體發生正向碰撞，火花四濺啊！兩個圓錐體嘅周邊好似多咗一個紫色嘅衛星光環，場面係咪有啲熟悉呢？有啲類似星球大戰裏邊嘅光劍效果噃，係咪？如果你嘅想象力再豐富啲，仲可以更加精彩添。呢個時候，溫掌門已經石化，好似一座雕塑咁半天吊。同時，因為佢嘅劍氣同對方嘅靈能魔法對撞啊，令到佢嘅身體劇烈咁震盪起嚟。佢而家就好似一個衝擊鑽頭啊，根本就冇辦法洞穿對方嗰個奇硬無比嘅防護罩。但係自己已經俾震到手腕同全身都發麻，頭痛到想爆炸。上官飛雲見到心諗：我頂你個肺啊！呢台人肉打樁機真係夠晒犀利噃。靈能使者又講：你嘅靈能估計都用得差唔多啦啩，輪到我表演啦！香蕉魔法靈能。只見佢從口袋裏頭揞出一條唔知係香腸定係香蕉嘅嘢，向上一拋，口中念念有詞：魔靈靈，魔靈靈，見到香蕉就顯靈。上官飛雲喺個心講：我屌，原來係一隻香蕉啊！但係跟住，只見呢隻香蕉竟然幻化出幾十隻嘅小香蕉，向溫掌門身體嘅全身生死大穴進攻。今次弊家伙啦！上官飛雲又諗：你個死黑仔，係咪上一世人未食夠啊？魔法名全部用水果嚟命名噶吓！佢又見到溫掌門不敢亂戰，連槍都唔要啦，喺空中用輕功一躍，跳出戰鬥圈，順手發射出幾十支銀針。原來佢學過水族飛鏢功法，擋住咗對方嘅小香蕉，大部分進攻跌落地度，連滾帶爬，終於翻到五大掌門嘅防衛圈啊！不過就搞到成隻烏嘴狗咁就係啦。黑仔使者又